后来，即届巴黎奥运，台湾是摕到2块金牌、5块铜牌，这个国光的奖金总共就要发出到大约7亿3千万。啊，选手会当一届做伙领，或者是领月啊领14人。以金牌2000万来讲，若是领月啊，一个月会当领12万外，而且佫唔免来扣税。啊，这个羽毛球的李勇甲王泽林摕到金牌，其中这个王泽林返来台湾了后，有真侪行程甲活动，昨就到大巨蛋来开球，伊嘛再一次来感谢到大家支持。林永培刚出现伫咧大巨蛋，今日看王泽林边仔接会，原来是台湾帝王王必荣，因看起来有够共片，两人搁伫咧球场中现经典的神配，互大家看甲起爱笑。王泽林开球，保拢棒球手套，因为伊拍羽毛球，伊搁早家己金牌要互大家看水，毕竟会当连中奥运冠军，真正做无简单。我们都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吧，而且这一次在巴黎又有时差，所以我们很多比赛大家都必须熬夜来去做关注，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有大家咧支持关注，因这尽全力，这一片巴黎奥运拢总累积2面金牌含5面铜牌。拢总7面奖牌，国光奖金发1.36亿，奖金领的方式分做一摆领含1月金领14人，做一摆领金牌2000万、金牌700万、铜牌500万。啊，若1月金领14人，金牌1个月会当领12.5万，金牌3.8万，铜牌毛2.4万。侪人组合奖金各免甲人分，照规定无免扣税。不过无得到奖的选手王泽林讲，希望大家爱加紧鼓励。很多辛苦，我觉得不一定要呈现给大家，但是不管是在面对输或赢，都还是希望可以给予满满的鼓励。国光奖金只是一个数字，因为选手为运动比赛付出和努力，已经超过大家所想的，更加达得里外背后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